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5章27到32节，路加福音5章27到32节，和合本圣经在84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这是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”这时候，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人际高手第2讲，角色高手。角色高手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在主日的时候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存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今天也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我们更盼望主你柔软我们所有人的心，特别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人，让他能够敞开他的心，来接受主你的话语在他的心中。求主你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那我们这一年的福音主日里面呢，我们就讲到人际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要我们跟人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完成主的大使命。主的大使命呢，记载在约翰福音、马太福音的第28章，也就是耶稣要升天之前，他所交代最后的一件事情。显然那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件事情里面总共包括了3件事情。他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第二个是要奉他的名受洗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。然后第3呢，所教导的都要大家去遵守，也就是继续要行出来，同时要常常受教育，能够得到成长。所以我们教会中间也常常为了这大使命呢，我们必须要认真去把它施行出来，也一些事工们也都是为了这样在做。但是你要去完成这大使命，你要使这个万民成为你的百姓，你要跟人家有团契生活，你要教导他，而且要他讲的他有去能够去遵守的话，你没有跟他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可能连第一步就踏不出去的。所以要教导我们要先有人际关系，而在这人际关系里面呢，我们学习要成为这高手呢，我们准备要用5个主日来讲。在1个月前，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，就是人际高手中间呢，关系是最重要，先由关系开始，有关系就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，这是意思。就是说你要建立关系之后，然后你才能够开始才有对话出来。那上次我们讲到里面呢，我们的重点讲到是用亚当跟夏娃是跟上帝之间原来是美好的关系，但是因为听了蛇他的引诱而去犯下罪之后，就被逐出的这伊甸园。所以人跟神的关系也不见了，人跟人的关系也开始变成不和好了。亚当看到夏娃是说：“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但是上帝在责问谁吃了这个善恶果，他说：“你所创造的那个女人。”夏娃说：“你所创造的那个蛇。”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万物的关系开始被破坏掉，原因就是在怎样？就是在最基本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是没有一个正确和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一个正确的关系。所以在上一讲中间，人际关系里面告诉我们怎样，你要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，你才有办法进来跟人的关系。原因就是在这样，因为人都很自私，人都是为了自己好，没有一个是公正的，只有神是永远不变的，他是公正的。所以每个人都眼目定睛在神的时候，大家的标准就一样了，那你自然就能够人跟人之间就能够有很好的沟通。
那我们今天再进一步来讲，当你有这个关系存在的时候，但是每一个人就回到开始自己在自己的角色上到底是如何呢？我们要从角色来看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要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基础，这个基本的基础就是你要了解到自己，同时也要了解到别人。你要认识自己到底是谁，你才能够接纳自己；你要认识别人是谁，你也要接纳别人。当然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认识自己、也接纳自己，本来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人，他根本不接纳自己，所以他才会自杀，所以他才会看不起自己啊，才会自暴自弃啊，因为他不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，就暴气，就放弃了自己。看不起别人呢，你没有办法接纳别人，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就会不好。但是你如何能够认识自己呢？你如何能够认识别人呢？要怎样去认识自己、认识别人呢？所以我们来看呢，一般人要认识一个人，通常他会问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是说他看起来怎么样？当有人要介绍你一个人认识谁，你第一个问他说：“他看起来怎么样呢？”其实你讲的是蛮笼统的，包括说他的外形是怎么样，包括他的人格特质是怎样，包括他的处事风格是怎样。其实你更希望知道是这个人的品格到底是如何。你才会想说，这个人品格是很好的话，我才会有那种欲望想要去认识他。要是他的风评非常的不好啊，这个人怎样子，那我相信你大概也不会想去认识他。这是第一个因素，我们想要知道是他看起来是如何，不只是外表，包括还有他的内在到底是如何。第二个呢，你会觉得他做的是如何呢？他的能力到底是如何？他的成就是如何？他跟别人比起来，这个人虽然你这样讲，我大致上知道，但是他假定跟另外一个人比起来，那个人我很知道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，他的能力到底是如何呢？他的表现到底是怎样呢？他做的是如何？才会第3个是说他有多重要呢？也就是他的影响力到底是如何？他的贡献度、他的需要度、他的价值到底是如何？当我们要认识一个人，大概是从这些，有可能是从更多的角度里面去看，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。但是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品格是如何，你知道他的能力是如何，你知道他的影响力是如何的时候，我相信这已经基本上已经让你可以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去这个人，我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会变成是怎样，他讲的话我要不要听，他跟我讲的那些他给我的建议我要不要去听呢？因为你从他的能力、从影响力，这你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人讲的话是我可相信吗？就是他的品格也告诉你的。所以这几个大概就是一个主要的几个因素，你会去知道要了解。但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当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，其实我们是在怎样？是在看他的，确定他的角色是什么，然后有没有要接纳他。同时也是在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，其实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常常也大概想说，别人不知道如何看我。我相信在我们常常谈说，我们常常会很在意别人看我们到底是如何，或者是有人常常是一个演讲结束或者怎样，他也会想问说，我今天到底表现得如何？我今天如何？他会问他比较亲近的人到底是怎样，他也知道，他想要知道别人看他到底是如何。今天的经节里面呢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27节到32节。这个经节呢，在4福音里面、3福音里面呢，马太、马可呢，通通有记载。马太福音是记载在第9章第9节到第13节，马可福音是记载在第2章的第13节到第17节。这中间有稍微的不一样，我们回去可以去看一下。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这个税吏就叫做利未，但是马太福音记载说这个税吏叫做马太。然后你再回去看，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呢，也有记载，没有记载利未这个名字，但是有记载一个税吏马太。但是呢，在马可福音还讲说这个是谁的儿子？亚勒腓的儿子。但是呢，到神12个属灵，亚勒腓的儿子，你们是讲说他的叫做雅各，这中间好像产生了一些困扰的地方。
那其实呢，大部分的学者都认同利未呢就是马太福音所写的那一个马太，也就是他自己本人，马太福音的作者。当他这边这几个经节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一起把它摆在一起看的时候，你可以更了解很多的事情。比如包括他们在请客的时候是谁在请客，马太跟马可只是简单讲说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，路加福音说讲大摆宴席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第29节，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这个好像有很多的差别存在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共观福音、四福音就是让我们可以摆在一起看，因为他们的对象不一样，所以作者他想要表示的，他想要强调的重点也不太一样。但是你把它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更清楚的样式出来。这个福音里面呢，甚至有一个地方是它大大的不一样。马太福音呢，他最后他有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经上不是记载说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吗？”才讲到说，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无病的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。我来是要招罪人，不是要招义人。才讲到这一句话。但是因为对马太福音，他是写给犹太人的，所以他常常会引用经上如何说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，因为旧约他们都很熟，所以把这整个事情结合在一起，意思要告诉我们的。耶稣他非常看重那些你们眼中看为罪人的这些，而他来就是为了这些人。这是今天所看的经节里面，这经节里面讲到说，耶稣他在加利利的海边，他先呼召了4个人，这是2对兄弟，就是彼得跟安德烈，还有雅各跟约翰。这四个人是2对兄弟呢，他们都是当渔夫的。耶稣就呼召他们来，要让他们得人如得鱼。你想想看，耶稣要招一些人，要用他们最能够了解的话语。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跟雅各，他们是捕鱼的，他怎么知道我要去传扬福音，我要拯救世人，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呢？你跟他讲这些，他没有办法了解。他们需要经过3年多跟耶稣在一起之后，也到最后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才了解的真正的意义是在。但是一开始要如何能他们跟耶稣一起走呢？耶稣告诉他们：捕鱼你们知道，我今天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哇，得鱼我知道，我这网子放下去，我就抓起来就很多鱼了啊。那当然人也有什么方法，也是可以像这样子吧。耶稣要他们有这个崇高的目标在那边，得人如得鱼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。接下来就记载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。这事以后呢，耶稣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呢，这个税吏呢坐在税关上，他的名字叫利未，他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就这么简单呢。接下来我们看他怎样，马上税吏里面所讲就在第28节，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的耶稣。耶稣只是单单的告诉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是3个动作，他愿意放下他所有的手上的东西，所有的，包括不是只有工作而已，他一定要放弃他原来跟他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起来有了动作，紧接着跟从耶稣，不是嘴巴讲而已，他就这样子的做了。这时候呢，他还不只是这样，他为了要识别他所有他原来的工作，甚至他也觉得很喜乐。虽然圣经没有讲，但我们想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他就宴请了耶稣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大摆宴席。既然要大摆宴席，他就请他的朋友来。结果他的朋友都是税吏，这些那些大家犹太人眼中看为是不是这个是罪人的部分，就是不是遵守圣经话语的这些人，他们就跟他一起吃饭。这已经违反了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规定，你不应该跟外邦人，也不应该跟那些罪人在一起，你应该分别为圣。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发怨言，说为何跟税吏并一切的罪人一起来吃喝呢？原来我们知道，他们当初的制度是罗马政府他们管，因为犹太已经灭国了，所以他们被罗马政府所管。那罗马政府的税吏的问题，税吏的关系是透过发包的样式，然后透过犹太人自己，所有犹太人
水，然后再上脚就好了。那通常他们一定不会照像现在的规定非常的清楚，多少 percent 多少怎样，你只要列清楚就是收多少。他们好像是收多少缴多少，那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差额在。那有那么政府大概不会去管这事情，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事情通常是那一个税吏呢，通常会加了很多钱，会讹诈他们那些穷人，讹诈他们犹太人，所以他们非常的不喜欢他，把他看为是罪人，看为是吸血鬼。他们同时在文献上有记载说，他们法庭里面要做见证的这些人呢，不能税吏不能做证人，把他看为是你讲的话我们不相信。还有不只是这样，他们会堂里面的会员里面也不接受税吏，所以税吏可以在那时候可以讲的是，在犹太人以犹太人的社会中间，完全是被鄙弃在外面的人，是他们看为他们非常轻视他们，把视为是罪人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跟外邦人跟罪人是同样意思。税吏这个名词就是等于罪人跟这个外邦人。不只是众人看他这样，宗教领袖法利赛也都认定他们是不遵守圣经律法的罪人，这就是相当严重了。因为在犹太人里面呢，他们不能定人死刑，他们只能建议而已。但是当他们违反到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根据摩西的律法可以执行这件事情，所以推出去用石头打死。犯了奸淫罪可以推出去用石头打死，这是因为他们犯了摩西的律法。但是其他的他们就没有办法。你像耶稣要定耶稣，这样只好推到比拉多的面前去讲这件事。所以当他们把它看为是一个不遵守圣经律法的罪人，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刚才我们觉得要认识人，要从3个角度来看。那要这样子了解到利未之后，我们来看用人的眼光来看利未是怎样。第一个，他看起来怎么样呢？他是一个不遵守律法的罪人，他的品格上是罪人啊，他不值得我们去欣赏，然后去信赖的一个人。那他到底做的是如何呢？他做的事情都是在讹诈穷人啊，所以他的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我们能够去学习他的。他的能力就是这样子，大概只是能够诈骗更多一点而已，而是自己有利而已。那么他重不重要呢？他根本不重要，这个人不存在最好了，就没有这些事情。这是众人眼中看的税吏，那他自己看自己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他请大摆宴席的时候，他也只不过是邀请那些税吏跟罪人一起吃。很显然，他也是这样。你们众人看我是这样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在一起。你们轻看我，我也轻看你们一样，有点类似像这样。我只注重在跟我一样的人这身上。这是我们看到利未在众人的眼中是这样，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到底是如何呢？我们来看耶稣如何看这个利未呢？耶稣他看利未呢，他认为他是一个可以除去心灵疾病的病人，他是一个病人没有错，所以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而且他也是一个罪人，但这个罪人是愿意悔改的罪人，而这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世上的目的。因为在路加福音5章31节到30节就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还是召罪人悔改。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耶稣看利未就是他来的目的的那个人。你觉得利未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中间重要不重要？不要忘了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中间，他跟门徒有很多你看圣经里面跟随耶稣人很多，非常多，但是耶稣只是选了12个人当他的使徒，当他的门徒，要借着这个12个门徒呢，去将他的这个整个福音，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一直传下去。所以你觉得这12个人重要吗？相当重要，就是接班人一样。世人看利未是一个罪人，你呢觉得你可以将你的一个接班交给一个罪人吗？但是耶稣看他为重要的，他是12个使徒中间，
然后就是要借着他其中之一12个使徒中间之一，能够传扬，将耶稣升天之后继续能够传扬福音下去。所以我们看耶稣他在看人的时候呢，耶稣看利未的时候呢，他不是在乎他看起来怎样，或者他做了怎么样，或者多重要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，人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，看他是罪人，他是只会讹诈穷人，而且他根本不重要，没有他是最好的。但是耶稣呢，完全不一样。耶稣他不用人的方式来看利未，耶稣只在意当他呼召利未的时候，利未有没有马上来回应。是不是马上就撇下一切起来跟从呢？我们看到利未不只是这样，马上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，他也立即把他的亲朋好友都带来认识了耶稣。说不定就是利用这种机会，可以将这些所谓的罪人能够召集在一起。当我已经要跟从耶稣了，那弥赛亚了，你们似乎也可以来认识这一位。后来他还用最长的篇幅写的马太福音，总共有28章，他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马太。当世人看为不好的时候，耶稣却看为他是好的。所以有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在撒母耳记的时候，第9章第2节。第9章第8章的时候开始记载的，当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认为说，附近的国家都有国王，只有我们没有国王啊。那时候以色列人是透过先知、透过祭司，在带领他们，从上帝领受话语之后，来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一些律例、典章要规定的地方。他们说不，我们要一个王。我们需要像隔壁的国家要有王，因为我们看不见神，也不敢看神，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王。撒母耳就将这话告诉了上帝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就随他们的意思吧，但是要警告他们。”所以撒母耳告诉他，这个王以后会怎么样？会征你们的税，会奴役你们的子女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教一大跟他们讲说人的缺点的部分。他们也就是说，我们愿意啊。撒母耳是耶和华神就叫撒母耳去膏立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扫罗。在撒母耳记第9章第2节，去找到这个扫罗的时候，对他一节中间对他的介绍是说，他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。他的身高高过人一个头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中间，他又健壮又俊美，在整个国家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，他的身高又非常的高，所以给人家看起来，你可以想象中有一个人这样一个，这在人眼中一定是这样，是美好的。但这个人呢，继续在被膏立之后，到第13节撒母耳记第13章的时候呢，他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要去作战的时候。然后要等待，要献祭、献燔祭跟平安祭，要等这个祭司来，就是撒母耳来。时间到，撒母耳还没到，他认为他是王，他就自己来献祭，拿来把燔祭跟平安祭拿来，我献祭了。当他献完祭的时候，撒母耳出现了。撒母耳在第13章13节告诉他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，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。”你的王位不再长久。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两个非常大的对比在？利未是人眼中看为罪人的，耶稣选用他为12个使徒中间的一位。扫罗王是人眼中看为非常好的，他健壮，他俊美，整个国家中间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。但这个人到最后在神眼中是这样，做了糊涂事，不能王位不再长久。所以我们在乎的到底，我们的角色到底是如何？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呢，还是以神的眼光来看？但是神的眼光如何能够知道神的眼光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是说，其实我们的角色定位并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，也不是在于别人如何看你。我们的角色呢，定位在说，在于认知神怎样看你。有一首诗
是你是唯一的。这首诗很多人会唱啊，世界有你，接下来你们就会唱了哈。这首诗呢，它的作者是一个 Michelle， 这 Michelle 呢，他的女儿在生下来3个月就发现到先天性的心脏病，11个月的时候就做了开心心脏的手术。他非常的害怕，小孩子这么小就要做这样的手术，但是他更确信他的女儿是上帝眼中唯一的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是，所以他就做了这首诗。这是一个他信仰的一种见证。他说世界上有你会更好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你，你是神眼中的宝贝，在世上你是唯一的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。不只是他，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你的出生不是偶然的，不是意外产生的，是在神的旨意中间让你生出来。生出来在这世上是有你的目的存在。问题是在我们，不是在神。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定的目的，他的命定在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世上现在有60几亿，接近70亿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，包括已经死去的、过世的，这加起来大概几千亿、几兆亿以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。孪生的2个人也不一样，长相很像，但是呢，个性完全相反。为何每个人都要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命定在。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唯一的，都是他的宝贝。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吗？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，代表着你都是非常的珍贵。神既然这样子珍贵我们，在我们眼中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话，那我们要看别人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子呢？他都是神眼中的这个宝贝，所以既然他是一个神的宝贝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尊重他，我们要接纳他，我们要爱他。你假定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成为一个人际的高手，因为你会尊重他。神不只是让我们觉得对方是一个唯一，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独一的啊。所以在全人类整个历史中间，也只有我们这么一个人。神爱我们，他愿意来呼召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但问题是在我们啊，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吗？我们今天看到利未在还没有碰在耶稣之前，他就是做他能够做，就是做税吏，这些讹诈这些人，讹诈他的百姓，然后让自己能够得到富足。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，耶稣就呼召了他。原来他的命定是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他的命定不是要做税吏，他自己认知的是他是做税吏。但是后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他终于知道了，他不是要做税吏，他是要做耶稣的门徒。所以他撇下他的所有，他起来，他跟从了耶稣。今天你真正明白你的命定是什么吗？你有没有听见耶稣的呼召在你身上？你能够明白耶稣要你做的是什么？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包袱了。你必须将这上面所写的这几样东西，你要把它撇下之后，你才有办法。你要撇下你的传统，你的惧怕，你的固执，你的怀疑，还有你一些肤浅的理性的分析。当你撇下这些时候，你才能够将你的心门打开来，你才能够听见那个呼召，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呼召，你才能够像利未一样，单单听到一件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能够回应。我相信利未在他当税吏的那一段时间中间，他心里面一定非常的不安。我做的是让众人看我为罪人的，他不是非常心安理得，然后非常的享受在他的职业上面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不可能耶稣叫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马上撇下一切起来跟从耶稣，不会的。是不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仍然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觉得我不够完全，觉得我需要有一个神，
我需要能够圣洁，我需要能够分别为圣。当有这些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撇下来。有这种呼召到你身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撇下这些，撇下你的传统的束缚，撇下你的惧怕，撇下你的固执，撇下你的怀疑，撇下你的肤浅的理性，还要来分析一下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真的是有神吗？那你把神给我看吧。这种都是非常肤浅的理性的分析，用人有限的知识想要去证明有关神的事情。当我们愿意撇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单单的愿意去接受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找到你的角色定位，你能够活出神对你的命定。因为我们在世上的角色不是你我认定，而是神看为你如何。你想想那扫罗好了，他出来就是要当王吗？原来是可以当王的，但是他在神的眼中，他没有合乎到神的命的这个角色的定位去，所以他就不再是给圣经你给他的评语是非常的负面。利未原来是人看为是罪人，但是最后他是12个使徒之一。我们看到的是这样，我们重要的是神的眼中给我们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？你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来跟随他吗？你愿意让耶稣坐在你的生命中间做王，帮助你与神与人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吗？今天我们在讲人际关系、人际高手、人际关系里面的第2讲，讲到角色。角色不是你我的认定，我们的认定常常跟神不合的时候，其实到最后是属于负面的。刚刚我们已经举了2个例子，有人看为好的，但是在神眼中并不是这样；有人看为不好的，在主耶稣的眼中看为是好的。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在你愿意撇下你原来不好的部分，你愿意听见呼召之后就撇下所有，起来跟从耶稣吗？当今天你听见这些呼召的时候，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愿意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你能够撇下你的一切，单单的来仰望跟随的耶稣吗？因为我们在世上要活出的不是我自己的自认为的命定，我要活出创造我那位神的命定，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要活出他，而不是活出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命定。盼望神祝福在所有愿意来回应主的呼召而明白自己的角色，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人际的高手。这礼拜我们有小组的机会，我们中间有几个问题要大家去思考，盼望我们在小组中间能够有很好的讨论，也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你的眼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，都是唯一的。虽然有世人看为不好，就像以色列人看利未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主耶稣呼召他，重用了他，成为12个使徒中间之一。虽然有我们人看为美好的，就像扫罗王，他又俊美又健壮，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，但是他的骄傲毁了他，他的王位不再长久，因为他藐视了神。我们看到了，原来我们在世上的角色的定位，不是在我自己跟别人认为是如何。特别神你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目的在。我们活在世上，乃是要活出主你要我们每个人的目的出来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求主我们能够尊主为大，我们能够单单仰望主耶稣。那我们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的角位，我们的角色的定位就非常的清楚，我们就能够活出神你要我们活出来的。而在人际上面的关系呢，我们就能够彼此尊重。求神你祝福，求神你来带领，
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